歡迎收睇觀自在面理，今日分享八字問事者問：親愛的老師好，請教老師，為什麼金錢運這麼糟糕？為什麼常常犯小人？有老師說我日支坐比肩，導致我一生倒霉，多小人，請老師求化解方法，謝謝指點指點。一柱冧命咁堅咁犀利，真係犀利啦！你多小人唔係因為你日支坐比肩，係因為你地支日主受克，同埋你啲大運走得唔好，仲有你本命盤都係唔好，再加上你人為有問題，唔關你日支比唔比肩事，冇影響。你地支日主受克啊，今年更加衰啲，7月份至到下年都係一樣咁衰。你原本命盤已經俾攻殺克住啊，今年更加加嘈。你啲大運走得唔好啊，你唔識得表達自己情感，你經常同人產生誤會，你自己又唔解釋，比較孤傲，同埋你對自己要求特別高，唔會咁輕易滿足。你係獨行者，鍾意單打獨鬥，唔願意聽其他人意見同埋建議，而且你非常容易有情緒化，所以大家對你多數敬而遠之，特別容易犯小人陷害，貴人變成你小人。你最好運就係上一個大運，未來幾個大運都係差。你要等到77歲行丁卯大運，你先至變好。依家就要提早突破自己，唔好等運到。如果你想你條命好，你依家就要準備突破自己。送你一個字：靜。平時同人溝通上，你要小心說話，唔好多口，同埋你上司同埋你啲同事冇問你意見，你唔好俾意見人哋，你唔好俾意見啊！尤其係上司冇問你意見，你唔好俾意見你上司。如果你係上司，如果你啲下屬俾意見你，教你點樣做，你覺得開唔開心啦？你要分裝下㗎，呢個功課你要自己慢慢修啊，你要修行啊，同埋你學習點樣同人哋相處，唔好多口，你要靜，唔好出聲，唔好亂出聲，唔好多口，有嘢做你就做，冇嘢做自己慢慢靜思，唔好多口。同同事傾下閒偈冇乜所謂，但係你要小心，你講嘅嘢唔好得罪人哋，你自己要小心啲啊！如果唔係到最後貴人變成你小人，你經常發生啦，你自己小心啲啦，提早準備，提早突破自己，學習修行啦，對你有幫助。祝你好運，有緣再見，拜拜。